身为一个全台走透透、深入体验在地客庄文化的背包客，今天我来到龙潭，希望能够遇到让我大开眼界的新奇事物。前面有人似乎在采荆棘，明明现在就不是荆棘产季，到底他在摘什么呢？现在是在采那个鸡蕾吗？我在采鸡蕾叶。为什么要采鸡蕾叶？因为我这要做吉叶本肠用的。哦，这个叶子是要拿来做料理的。对对对。哎，不对啊，正常不是应该都是用那个鸡蕾做那个鸡胧？对啊，可是叶子我们可以做吉叶本肠，又可以做料理。哇，我第一次听过是要采这个鸡蕾芽，因为正常都是用这个叫做鸡胧，所以是采这个鸡蕾。然后第一次说这个叶子可以做料理耶。百闻不如一见，我赶紧跟去看看。原本被一般人认为没有用的吉叶，如何做成料理？这道料理除了我们刚刚采的这个鸡蕾芽，那我看到还有其他的食材，这些是什么？这个我们的本肠回来，我们洗净干净以后，我们就是要加这些食材下去，一直在这个炖这个味道。原来这是世居龙潭江家的江大哥从小吃到大的客家私房菜，新鲜的猪粉肠加上葱姜等各类辛香料，再加上新鲜的酸吉叶，文火炖上1小时后，一块失传的美味客家长名小吃就完成喽。哇，刚好今天天气特别冷，那我赶快来喝一口汤。是，你喝看看。其实我现在已经闻到那个香味了，啊，那个橘子叶的香味，对，它那个淡淡的香气。是。好香哦，好香哈！而且它那个粉肠啊，非常的 Q 弹，然后其实它的那个叶子的香气啊，就淡淡的酸酸的那个味道啊，是有把那个粉肠的那个鲜甜味把它提味出来，是，好好吃哦。对，这道菜在我很小时候，那时候小时候一直久咳不好，一直咳嗽，小的咳嗽，因为那时候的医学还没那么发达，尤其在乡下，要到街上去看医生没那么发达，就去采这个荆棘叶，然后炖粉肠给我们吃，叫我们尽量喝那个汤。他的咳嗽就治好了。原来这道少见的吉叶炖粉肠是龙潭早年的客家人为了治疗咳嗽的食补良方。其实地理就决定了文化，是因为早期这里交通不便，所以就利用当地现有的资源就地取材，然后也是其实就是先民的智慧，无形中发现这个，然后也让这道菜可以保存下来。